哎，准备东西啊，穿上啊！还有人真不行了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！姐，联系上家属了吗？我没有了，我留电话。到现场的时候，身上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。过来，说来，说好。这给我贴出来哦，行，让他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值了你。给我离这边走起来，这个西装给我看看。先给一支附身吧。洪涛，准备把担架放这儿，咱准备扎完液咱上车。来，大前边，大前边。插管，上车插管。是哪个医院？第4医院吧，第4医院。先上。有假牙呀。行，静静。OK。告诉他们一下，这有抢救的啊！接一下，我接，看别摔着啊！门口车祸。把那床往里推，往里推。身上没看见伤，但是交警说是车祸。我们去的时候心电图就直了。那就没法说。截至2022年年底，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.15亿辆。交通出行结构所发生的变化，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便利，也带来了一些看不见的危险。每一次安全的出发，其实也为了平安的归来。